手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性命？快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说是谁指使的你？娘娘，娘娘，你有没有事？传太医，是。妖女捉住了，宫中的乱子也快平息了。太后这段时间实在是太操劳了。唉，皇帝出征，只能我老婆子来维持局面，也难得你有心来请安。臣妾不能替您分担，实在是太惭愧了。不过听说那小道士武功高强，那妖女现在就藏在他的住所。你看到那妖女的样子了？我哪敢看，不被捉住就阿弥陀佛了。不过不知道太后要如何处置那妖女。你心软，听不得这些，还是不管为好。太后体谅我就是太好奇了，也不知道皇上近况如何，臣妾心里担心的紧呢。前方来报，一切无忧。要是后宫再多几个像你这样谦和懂事，又一心一意对待皇上的嫔妃，这后宫啊，可就安宁多了。太后，宁妃娘娘现在已经好转了。这太好了，我得去看看她去。太后，要不臣妾替您去看看宁妃。庄妃娘娘到。扶我起来。哎，好妹妹，快坐。好妹妹，你可好些了？有劳姐姐挂心，要不是腹中有龙种，恐怕也熬不住了。没事就好，这才是福大命大呢。不过这宫中怎么就突然出现了鬼魅，让人不明白。最开始出现在宫中的还能有谁啊？只是不想让我怀上这孩子。你是说皇后？皇上这么多年子嗣担保，除了皇后娘娘的一个乐平公主之外，其他妃子怀孕就要发生意外呢。好姐姐，看在皇上的份上，替我照看着孩子。我实在是想为皇上留下个一儿半女。妹妹放心，姐姐肯定不让你们母子受到任何伤害，放心。小蘑菇，哎，别跑别跑别跑啊！往哪儿跑啊？哎呀，小蘑菇，这么久不见，也不过来给爷请安了。是啊，你看你脸都吃胖了。你们快走吧，打两下得了。我师父一会儿回来，他脾气暴，我拦不住他。我脾气还暴呢？那你脾气不好，你改改呗。你小子是不是忘了自己带不带把了？来来来，兄弟们，给他解开！来来，给他裤子解开，赶紧看看他有没有，赶紧！来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干嘛？解开！叫你飞了！不，赶紧解开，解开！不，给他哎，你们快！
再也不敢了，蘑菇爷爷饶命啊！蘑菇爷爷饶命啊！那天是不是你让我哭来着？来，哭，梨花带泪的那种哭。对，你手啥？你给我笑。大笑。怎么不会笑？是不是不会笑？教他怎么笑。对吗？是吧？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蘑菇爷爷呢，就饶了你们。这样，刚才不是请安吗？以后每日此时准时来这里向蘑菇爷爷请安，听到了吗？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哎，就这样啊，特别诚恳，特别好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饶命啊！谁呀？哎呀！哎呦天哪！我就带他溜达去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这回来师傅不骂我了。今天叫你们来呀，是满足你们一个迷思。前段时候宫中不得安宁，现在终于平息了。我知道你们好奇，这个妖怪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凭空出现？太后，妖怪抓住就得了，咱们呐可一点也不感兴趣。如果我说根本就没有妖怪，是有人做出来的妖怪，而且还是长得像去世的李妃模样的妖怪，你们也不好奇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？长得像又怎么样？这人呐，死了就是死了，难道还对他念念不忘？庄妃，你说说，有人利用像李妃的傀儡出来生事，到底有何目的呀？臣妾认为，用逝者的身份来扰乱现在，其心可诛。哼，好一个其心可诛！保护太后，护驾！快护驾！保护太后！袁大人，那个女妖就是小蘑菇放走的。我，师傅，不是我，师傅，滚！是一个白衣女子带走的。你给我让开！她犯了罪，又放走了妖女，理应被我带走。是我让她放走的，这件事情与她无关。你这是在跟锦衣卫作对是吗？既然这样，我连你一块带走。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理由，我会去向太后禀明此事的。那如果女妖再作乱怎么办？我以性命担保，女妖不但不会作乱，而且这件事情不日就会水落石出。不好！太后，小道救驾来迟。天不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妖怪是你放出来的，你看管不力，惊扰太后，该当何罪？太后恕罪，在下如今已经找到了查出幕后之人的办法，恳请太后让我戴罪立功，隔日公开审问傀儡，查出凶手。哼，笑话！你刚才也看到了，傀儡女妖如同行尸走肉，你如何审问？太后，天目同之言纯粹无稽之谈，
您啊，不能再相信他了。皇后，请放心，我有十足的把握。如果此次我失败的话，甘愿受罚。好歹也是道长及时赶到，老身也算被道长救了一命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多谢太后。不过，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。若再没有把握好，道长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你也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天木童，既然这人不是你放的，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只会连累一些无辜的人。况且，确实是我看管不力。妇人之仁。云姑娘也是有恻隐之心的人，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，你也会这么做的。